带一个好某开爷做作来看到艺人林志玲结婚了后，头一摆公开出面讲到结婚后的代志。伊讲感谢大家甲伊关心，也佫有祝福。结婚了后，随参加英国皇家赛马会活动，共款真优雅，和大家来小借问。戴一顶乌色加白色的大礼帽，过来点胭脂，共款斗搭一束乌色白色的洋装，看着真优雅。艺人林志玲结婚了后，头一摆来上镜头，展现出伊的温柔甲纳软。伫个伊的面呢，看会到这个满满的幸福的笑容。林志玲为着要代言品牌，和这个阿 K 热伫个短暂的蜜月了后，真紧过来参加这个英国皇家赛马会的活动。若讲到这个结婚，伊真纳软讲出17字。伊讲感谢大家关心甲祝福，心情真好，足欢喜的。林志玲结婚了后，头摆来现身。嘛，正做这个微博的热巡，为着要来分享这个幸福，大陆的媒体嘛点出林志玲的感谢卡片，浅绿色的卡片，画一个手，佮有爱心的这个手仔仔。顶悬写讲一切拢真突然，毋过拢足好的，大家要做伙幸福。边仔佮有附一张咖啡券，遮尔大心的举止，互人学了讲是人水心佫较水。結婚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ういう前向きな映画ですね。そうですね。監督もお祝いの言葉を言ってくださ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、何かまた人生の一つ節目を迎える。其實這個阿 K 熱伫個進前就先轉去日本開工啊，來走行程。伊互問到講做人的翁婿，同款是感覺足幸福佮歡喜的。因翁仔某兩個人遮緊結婚，所有的一舉一動攏互外界真關心。這款甜蜜的氣氛嘛，互人感覺足新鮮的。記者綜合報道。